繼續香港電力發展系列報導，南方電網接受本台專訪嘅時候話，將來供電俾本港嘅電網符合國際標準。有能源學者就擔心國家能源政策導致供電唔穩定，兩地聯網可能會互相搶電。亦都有能源諮詢委員會嘅成員就質疑南網係咪能夠保證唔會燃燒更多嘅煤，加劇兩地嘅空氣污染。金玲同南方電網接受專訪嘅時候話，就算本港使用聯網輸電，兩地嘅供電穩定性都冇直接嘅關聯。有本地能源學者就相信南網嘅輸電技術係可靠㗎，反而係擔心中央政府嘅能源政策經常都改變，間接令到內地輸港電力隨時唔穩定。因為佢排放量就嚟超標啦，即係達唔到國家嘅標準，即係個地方政府會叫啲廠，喂，你熄咗佢啊！咁呢啲已經唔係講緊佢技術性嘅問題。會令冇足夠嘅電力輸到嚟香港咧咁。面對內地用電量增加，鍾兆偉有擔心聯網會導致兩地互相搶電。而家個圖畫就好似話我搶緊你啲電咁，因為你都唔係好夠。我係南方電網，我要有足夠嘅電力供應到俾香港，而香港唔會缺電嘅，完全做到。但係點解香港要做到咁乞人憎？我哋有自己嘅可以有足夠嘅資源同埋能力發自己嘅電。電費方面，南網就港之後嘅電價由市場去決定。鍾兆偉就質疑呢一種講法，話內地嘅電價一向都係由中央政府去決定，擔心向內地買電會成為近年不斷加價嘅東江水翻版。其實東江水就真係啦，政府同政府傾。咁你睇下大家嘅角色，其實到時就唔係對等㗎啦，因為係你冇嗰個，你唔夠錢使，唔夠電用，你咪唔攞，咪人買。一個係可以將來或者會令到你有後悔，另外一個就係錢係可以解決呢個決定。咁你會揀邊個呢？至於南網有保證唔會燒多咗煤去加劇空氣污染，有能源諮詢委員會嘅成員就有保留。佢其實都係超過一半係燒煤嘅。發電廠佢本身個效益嘅部分咧，好肯定即係香港咧燒煤，即係發一度電產生嘅污染物啊，相對會少過喺國內。咁至於即係你話水電，佢係有3成嘅發定啊，乾旱嘅時候點啊，發唔發到電啊，即係依一啲嘅問題啊，或者將來即係氣候變化落雨個分佈又唔同咗啊。如果由內地輸電，政府多次都話可以參考澳門嘅經驗，因為澳門係主要依靠內地南方電網去輸電㗎。政府甚至講過澳門嘅供電穩定性有陣時都會高過香港。不過余遠騁就認為本港嘅用電量比較大，都會影響到供電穩定性，兩地電力市場唔能夠咁樣直接比較。亞洲電視記者金玲彤報導。強調